雪櫃裏面剩返半隻雞，我用啲鹽醃咗佢半個鐘頭之後，將佢用薑葱嚟到蒸熟佢。呢一個份量我蒸咗佢15分鐘。蒸緊雞嘅時候，我用白鑊烘一烘啲白芝麻，因為今次我想做手撕雞。半邊雞蒸熟咗啦，將佢攤凍佢，然後將佢去骨，啲薑葱同埋雞腳就放喺碟底，用嚟晾高佢。啲雞肉搣成一絲一絲之後鋪喺上面。想簡單啲又食得濃味嘅，可以買啲鹽焗雞粉，就咁將佢撈勻佢。我嘅口味比較清淡啲，所以我用咗乾葱頭。將佢切片之後，將剛剛蒸雞嘅醬汁擺埋入去，加少少蒸魚豉油，再加多一紮葱粒。食得辣嘅可以加啲指天椒或者日本芥辣。雪櫃裏面仲有啲酸蘿蔔，我將佢加埋入去。臨食之前加啲麻油，撒上芝麻粒，再加上個醬汁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呢個家庭式嘅手撕雞比較爽口，好適合喺夏天食㗎，你哋都試下啦。